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2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27天。前线总共发生159次战斗，乌克兰战场各方向持续激烈交火。在苏梅前线，乌军第73海军中心特种部队成功清除敌军长期占据的阵地。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多次摧毁俄军装备人员，导致俄军损失惨重。最近俄军国防部声称夺取了波克罗夫斯克南部的乌达赫涅森北部，但是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却显示，乌军依旧在该地区稳固防线，并持续向前推进。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逐步消灭被包围的俄军及支援部队，该地区已经成为坟场，俄军仅此方向损失就超过3000人。同时乌军利用战机对俄军指挥所、弹药库以及集结点进行持续的空袭。俄乌双方共同证实，俄军高级中尉伊斯马基耶维奇在战斗中阵亡。大家也知道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先是坦克、装甲车，号称是叫钢铁洪流。这个加德老师说一字长蛇阵，钢铁洪流谁看了都害怕。但是随着这个战争的进行俄军现在已经是不拘一格，这个叫降武器什么东西好用就用什么。现在在这个乌克兰前线承担这个冲锋任务都已经不是摩托车了，不是那种电瓶车、摩托车，现在已经变成自行车、驴子还有马。这个我想大家在网上可能看到很多视频，俄军现在玩起了骑马冲锋、骑驴冲锋，说是要发扬优良传统，居然煞有介事的弄个上校指挥幽灵骑兵，重回哥萨克骑兵时代，后来是骑马呀，你骑个驴、骑个自行车，那叫怎么回事那些从西伯利亚来的穷苦人骑马就向乌克兰阵地冲锋结局大家都知道完全不知道咋回事，就被乌军的无人机给炸成了饼图。有的是听到这个炮弹或者子弹的声音、爆炸的声音，马受惊不受控制，可怜的俄军士兵被马拖着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加州老师所宣扬的叫钢铁洪流、一字长蛇阵，竟然变成这样。乌克兰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俄军这么苦逼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普京的面子、普京的鱼子酱，还是说要向世界说明俄罗斯是战斗民族，俄罗斯没有输也不会输？当然这个黄俄一直是这种理论黄俄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信就是俄罗斯怎么可能输？他在问俄罗斯怎么可能输之前他也不想一想苏联是怎么解体，这些他视而不见，然后他就简单的说俄罗斯是不可能输的。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大杀器，俄罗斯的大杀器可以让地球毁灭2次3次，所以说俄罗斯是不可能输的，这叫迷之自信也正因为俄罗斯有这个大杀器，很多黄俄他就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俄爹控制。最近我在想实际上你要光说黄俄被俄爹控制，这个不准确，实际上它更像是两种思路之间的博弈斗争，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这个博弈和斗争。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欧洲那一样，对吧？也有鄂尔班，也有匈牙利，也有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政客。鄂尔班和斯洛伐克那个总理叫什么？菲科是吧？他们就是为普京的马首是瞻，那他照样是在欧盟里面，欧盟拿他没办法。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你也不能说他是独裁国家，人家也是选主，也就是说鄂尔班是选出来的，菲科也是选出来的，你怎么说？现在据说捷克现在议会选举也选上了一个类似于鄂尔班这样的人，名字我还没记住。据说他一上台这个捷克不是在给乌克兰搞那个炮弹联盟吗？对吧？这个23年、24年给乌克兰输送了不少炮弹，这个是功劳一件的，所以说他这个位置很重要。但是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选举导致有可能捷克要退入炮弹联盟，这有可能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人家捷克也是选举选上来的，你不能说都是对吧？操纵怎么他是亲特朗普的，亲特朗普实际上就像鄂尔班一样的，就是亲普京的。那也就是说在捷克亲普京的这种领导人能被选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对吧？我们不能说都是普京都
是俄罗斯在那操纵，某种程度上还是跟这个那个土壤，对吧？跟那选民有关系。这些国家一般的都是东欧国家，他们遭到这个沙俄和苏联的侵略和这种蹂躏呢，和这种压榨，心有余悸。他们按照时髦的说法，都患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实际上也跟黄俄是一模一样。就是你理解不了黄俄为什么就这么跪俄爹，就是他罔顾事实啊，就是这个300年来侵害印度最厉害的国家，杀印度人最多的国家，对吧？从印度这个侵略掠夺东西最多的国家，它就是俄罗斯而且未来很有可能继续来一回。所以黄俄根本就无视这些，他就活在自己的臆想，觉得有俄爹保护，有俄爹加持，我怕谁？这些黄俄完全不顾这个国家政策，对吧？连普京都说了，是你们印度领导人的同意都愿意乐意看到俄罗斯跟美国关系恢复正常。但是黄俄就一厢情愿的认为俄爹是反美先锋，举反美大旗。这个加藤老师他公然说过，胡锦老师也这个俄爹反美，所以我们支持俄爹，他不惜跟国家对着来。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从胡锦老师身上就是一览无余。相比攻击其他军事目标这个就是乌军不仅要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这个泵站还有储油罐，那么俄军很多军事目标，比如军工厂，尤其是俄军的雷达，更是乌军最有兴趣的摧毁目标。雷达是俄军防空网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各类防空系统本身，而且价格昂贵，俄罗斯没有办法立马捕获。所以说对其攻击能有效撕裂俄军的防空网，制造出更多的防空漏洞。尤其在克里米亚地区，有一些专业军事分析师，诸如迈克尔·克拉克教授，也注意到乌军重点在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雷达网。所以在这个克里米亚，俄军的这个军事资产遭到打击更多的都是雷达，对吧？ S400 的雷达，各种凯旋的雷达，各种雷达，认为乌军在故意撕开俄军雷达网缺口，然后利用该缺口发动更大规模攻击，也可能是对克里米亚发动某种大规模攻击，甚至可能是大规模空袭后的地面进攻或两栖进攻，包括但不限于攻击克里米亚大桥或链接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当地时间10月4日凌晨4点31分，乌克兰特种部队袭击了卡累利阿地区奥涅加湖上的俄军豹图 M 护卫舰，叫格勒号。这艘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能力的小型护卫舰正从波罗的海前往里海，打算加入对乌克兰的远程精确打击，结果被乌军先下手为强，无人机击中了其右舷引擎舱。乌克兰不仅仅是在摧毁黑海舰队，也在帮助北约摆脱侧翼威胁。此外，乌军还击中了其他一些高价值目标，诸如在库尔斯克地区击中了俄军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的一辆运输车和一套雷达，在沃罗涅日地区分别击中俄军一套 P-14F 远程雷达和一套综合雷达体。也就是说这个乌军不仅有目的的、有针对性的打击这个炼油厂和这个对吧石油天然气这个基础设施，还要打击这个俄军的这些军工厂、这些软肋，而且效果非常。时隔2个月乌军再次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叫科斯托沃市的卢克石油公司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第4大炼油厂，炼油能力高达每年1700万吨，占俄罗斯炼油总产量的6%以上。俄罗斯乃至全球能源市场上，这个卢克石油公司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乌克兰坚持不懈的打击之下，俄罗斯出现恐慌蔓延迹象。梁赞州斯科平市加油站排队车辆蔓延至高速公路，也就是把高速公路都堵上了该市现已无汽油供应，事发地距离莫斯科仅220公里。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就是双方都在这个毫无顾忌的打击对方的这个软肋。现在就看谁更抗揍因为双方在前线已经僵持住了，谁也动不了谁，无非就是俄军进攻那么俄军的伤亡更大，乌军的伤亡是俄军的1/5，因为乌军主要是防守无人机来一个炸一个，来2个炸一双，管你是骑自行车还是骑着驴还是骑着电瓶车的，统统一通炸。所以说双方在前线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那么就是看双方对
各自重视的目标的打击，还有双方的抗击打呢。乌克兰能源部10月5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导致大量用户断电。据称，此轮袭击中，扎波罗热地区供电公司设备受损，导致州首府扎波罗热市以及州大量用户停电。苏梅州和切尔尼戈夫州的局势同样严峻，切尔尼戈夫州继续实行限电计划。乌克兰能源部称，正努力减少限电范围，抢修与恢复供电的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说当地时间今天早晨，乌克兰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发射了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超过50枚导弹，以及约500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范围涉及乌克兰全国多个地区，包括利沃夫、苏梅、哈尔科夫、奥德萨等地。泽连斯基称，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约10人受伤。有很多人一时糊涂当然也可能是装糊涂，看不懂俄乌之战。我觉得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都应该能知道，这个俄罗斯垮掉是必然，就是按照时髦的话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现在就是普京想停战，那俄罗斯也是垮掉，对吧？这个原因跟大家分析过很多回。普京现在唯有一条路，就是死扛到底，最后他就走上这个希特勒那条路，自己吸中毒，要么就是对吧，找一块白绫或者是裤腰带，别那么讲究了裤腰带在克里姆林宫找一个门框，他那身高也够1.7米不到嘛，这就是他结局。如果说门框还是不太方便，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外面找一个歪脖子树。为什么对吧？这些分析够多的。特朗普都说了，本来是3天就结束的，甚至对吧，1小时22分结束也有可能。只要泽连斯基跑了，大家想象一下，只要泽连斯基跑了，迪波老人就赢了，就是1小时22分。结果泽连斯基他不配合，那按特朗普的说法就是3天就打完就得了，结果他打了3年半，现在完全不知所云。就是3年半，现在局势并不是对俄罗斯有利就是在前线虽然这个俄罗斯也有小范围有这个进展，对吧？往前推进，但是从大局看，俄罗斯依然是撼动不了乌克兰，双方是僵持。那现在就是互相打击对方的软肋，看谁能扛得住。我们在以前节目都说了，你俄罗斯打的是乌克兰，乌克兰就这么大，你随便炸，乌克兰也是对俄罗斯对吧？随便炸，尤其是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部分都在这个乌军的打击范围之内，天天打。乌克兰的大后方在哪？乌克兰的大后方是在欧盟你俄罗斯也不敢炸欧盟，也就是乌克兰人家大后方非常稳，你俄罗斯没有大后方，俄罗斯的大后方要么就是你远东对吧？乌克兰人炸不炸都一样。那现在勉强算大后方呢，就是朝鲜，所以这个对吧？这个实力对比假以时日俄罗斯自己就垮了，对吧？所以很多糊涂人看不懂，甚至我们可以退一步说，就是有人要支持俄罗斯，你也掂量掂量，你能对抗整个文明世界吗？当你支持俄罗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俄罗斯很有可能就拉你做垫背，反过来拿你祭旗，对吧？向文明世界就交个投名状。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乌克兰的对外情报局他说印度向俄罗斯提供卫星数据，用于打击乌克兰。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称，印度向俄罗斯提供卫星数据，用于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包括外国投资者的设施。乌克兰对外情报局代表向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表示，有证据显示俄罗斯与印度在对乌克兰领土进行卫星侦察方面存在高级别协作，目的是识别并进一步侦察，共打击战略目标。他补充称，这些目标可能属于外国投资者。对外情报局目前拒绝透露更多关于在乌克兰境内通过印度卫星侦察数据而被击中的目标具体细节。据报道，8月21日，俄罗斯导弹摧毁了位于外卡尔巴阡州穆卡尔切沃的美国电子企业加工厂。此前，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瓦先科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印度向俄罗斯的20家军工厂提供了特种化学火药和机床。他还表示，截至2025年初，俄方无人机80%的关键电子元器件来自印度。这个是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这么放的一个消息。首先我在想如果印度真的是就是给俄罗斯提供卫星数据，对吧？以供俄罗斯打击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些，比如美国的企业。首先一个，我相信这有可能是误解，对吧？这是第一种可能，因为它只是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一方说法，他也没有拿出证出来，他只是这么说。这个，所以说作为我来说我并不相信。第二个，如果印度真的是在给俄罗斯提供卫星数据那这个
个就是叫助纣为虐，这个就是自寻灭亡，与这个文明啊公然作对。这个大家知道啊，我对这个印度啊和俄罗斯做生意，我倒觉得无所谓，你只要不卖武器啊，那其他的生意该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你毕竟乌克兰、欧盟、美国在跟俄罗斯打仗呢，他们之间的贸易，他们之间并没有说啊禁运都没有啊。这个欧盟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大得很呐，这俄罗斯的如果按经济体算啊，那欧盟恐怕还是第一大贸易国，所以那你要求这个印度的不要跟俄罗斯做生意，这个怎么说呢？似乎这个有点牵强。但是啊，印度如果给俄罗斯提供这些军事方面的援助，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这个就是叫自寻灭亡，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我们经常说啊，叫天佑印度，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我们说的也比较多，对吧？听的也比较多，真的是啊，就是这个历史上有时候你仔细想一下，真的是叫天佑，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那印度是非常孱弱，对吧？但是都是被别人欺负，都是殖民地，在列强面前立正，一打一个老实，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对吧？是一个这近100多年是饱受凌辱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就这么一个国家，它一战二战它都是战胜国，那你说这不叫天佑这个印度吗？你不能不这个，对吧？你感叹，你想想一战的时候，那时候印度是多弱啊，国内是四分五裂啊，军阀混战，然后国家还弱，完了居然人家他莫名其妙反正成了一战的这个参战国，而且还是战胜国。大家看看资料也知道了，这个所谓的战胜国啊，也就是像这个英国、法国派了一些民工去挖战壕啊，后来好像啊是段祺瑞还是谁，这也宣战了，所以莫名其妙就成了战胜国。二战那就更是了，对吧？二战大家都比较熟了，二战对吧？那就是在美帝啊死皮赖脸的啊，美帝死鸡巴赖的这个啊，或者叫按照这个香港教授卢教授的说法，那美帝是死鸡巴赖是挖坑啊，非要把这个大国啊把印度抬进联合国，那是别有用心啊，那就是挖坑要准备埋大国的。哎，香港卢教授不就是观点吗？对吧？美帝别有用心啊，死活要把印度整进联合国，结果印度又成了这个二战的战胜。为什么说这2次呢？实际上就想说这第3次，这一次整个西方、整个欧盟、北约，对吧？逐渐的把身家都压上了，要跟这个俄罗斯决一雌雄，要拖垮俄罗斯。这个时候，对吧？印度在前2次那么弱的情况下，居然选对了。那现在印度好歹是第2大经济体，如果再做错误选择，那不是说一个社团，对吧？一个物业，你是这个叫遗臭万年。什么叫遗臭万年？什么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对吧？这个印度啊，我经常说这个说那个，但是一说到石敬瑭，是不是大家都咬牙切齿，对吧？割让这个燕云16州。一说到汪精卫，对吧？大家就咬牙切齿。1000年前我们记得谁啊？其实也记不得谁了，但是我们知道石敬瑭，也就是被钉上这个历史的耻辱柱。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这个，首先我不太相信他，这个我相信啊，我觉得印度啊还没到这份上，就是印度的社团他也没必要这么做啊，他这么做图什么呢？就要图遗臭万年。所以说这个啊希望这个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这个消息啊是假的，这个印度啊应该尽快辟谣啊，要澄清。然后这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呢有什么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对吧？不能乱说，不能乱泼脏水，因为我们不能把印度的社团啊都看成傻子啊，难道他们看不出来目前俄罗斯没有赢的可能？对俄罗斯来说只有大输和小输，惨败一败涂地还是内伤。你看这个塔斯社啊路透社5日报道，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在接受俄记者扎鲁宾采访时表示，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用于对俄罗斯纵深实施远程打击，将会导致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破裂，这将导致我们关系破裂，或者至少会破坏两国关系中出现的积极势头。普京在扎鲁宾5日发布的采访视频中说，这将意味着局势进入一个全新的质的升级阶段，包括俄美关系在内。这个普京好像相当的这个自信啊，自恋，就感觉好像是俄美关系是普京拿捏特朗普的一个软肋啊，也就是你特朗普求着普京想搞好俄美关系啊，对吧？你看普京这话什么意思啊？就你特朗普啊，你要给乌克兰援助战斧导弹啊，然后炸我们俄罗斯，那我俄罗斯就不跟你美国好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啊？那意思就是特朗普啊，你要想跟俄罗斯好，那没门。这个普京这么一说，好像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关系多好似的，或者未来能够多好，对吧？前景非常好，而且是对美国来说，俄罗斯是不可或缺的，美国需要俄罗斯支持。所以呢，要从黄俄的角度来看，这细思恐极啊！美国需要俄罗斯支持啥？需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图啥？实际上啊，说明普京啊已经黔驴技穷，除了威胁，对吧？
拿这个跟特朗普说事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这个拜登在任的时候根本就不搭理这个普京啊，你爱咋地，你说啥，这电话也不接，然后你找他想跟他沟通，人家不理你，这闷头就是干。所以说啊，这个俄罗斯人呢，那叫迷之自信，所以他失败也是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个彭博社，他说俄罗斯9月石油收入下降20%，预算中的石油收入与去年相比减少了近1/5，达到4835亿卢布。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下降了25%，至5825亿卢布。主要原因是世界石油价格下跌，乌拉尔原油平均价格每桶57.55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8%，以及卢布走强。我在很多节目一直说啊，这个卢布走强，卢布汇率走强，但好多人理解不了，因为这个俄罗斯是自己央行操控的，黑市卢布在走弱啊。你在俄罗斯啊，你想对吧？俄罗斯央行公布的是100卢布换1美金，但是你要到俄罗斯央行换，你又换不了，明白什么意思？然后你要换美金的话，你只能黑市换，黑市啊差不多是200卢布换1美金，甚至300卢布换1美金，但是人家官方的牌价就是100卢布得1美金，那这个就导致俄罗斯很多企业要倒闭，就是他辛辛苦苦出口，对吧？卖石油、卖天然气、卖这个油矿，对吧？卖各种木材原材料，它都是1美元计价，结果回来本来啊，比如说他卖了1美元，按照市场价他能结200卢布来花，结果央行只给他100卢布，你说哪个企业能干下去？再加上对吧？俄罗斯这个央行的利益现在是15%吧还是16啊？降了好几次啊，降了18还是16啊？你想这个融资成本得多高啊？加上汇率损失，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俄罗斯所有资源型企业本来是赚钱的，结果被它汇率一升值啊，就卢布一走强啊，统统的赔钱。所以俄罗斯的什么煤炭企业，对吧？各种企业啊都在破产，纷纷排队破产，干不下去了，对吧？本来你卖1美元的东西啊，因为国际上出口是美元计价，卖1美元的东西你能换回来，按市价换你能换200卢布，结果你现在按照央行来换，你只能换100卢布，越出口它越亏越赔，那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有很多俄罗斯的企业啊，比如说俄罗斯这个天然气公司啊，他们想办法把利润就留在外地，比如说他把东西出口到大国，他那赚的钱就放在大国，变成人民币啊，就在大国投资，在大国赚钱，在大国花，或者就在印度，对吧？投资就在印度赚钱，印度花，因为他一拿回去的损失太大，那这样又会导致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对吧？进一步下滑。所以说这个彭博社说，就是因为卢布走强，导致出口商每赚1美元收入所获得的卢布减少啊。这是彭博社啊唱空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看俄罗斯自己人啊，首先是这个，我看网上啊有人采访俄罗斯老百姓，有视频啊，但我就不放了。他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媒体采访一位敢于讲真话的、头脑清醒的俄罗斯女子。这名俄罗斯女子啊，看上去好像40-50岁的样子啊。他说：“当然，我们伟大的战略家普京有很多成就，但我认为最突出的有几点：一，他用疯狂的宣传取代了真相和现实。他将俄罗斯与北约的边界延伸了1500多公里，这显然是说反话啊，阴阳怪气，对吧？是因为这个芬兰和瑞典啊加入北约，导致北约和俄罗斯的这个边界多了1500公里。第二个，这个他说普京提高了退休年龄，但养老金却仍然没有钱，一旦开战就有钱，这就是悖论所在。第三个，他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如今已被整个文明世界所鄙视，连俄罗斯人都知道普京啊已经把俄罗斯带向了不归路啊，已经是跟整个文明世界对抗。但是有的国家比如印度居然还要自己，对吧？还主动的跳上这个要沉的船，也要跟文明世界对着干，到底是图什么呢？这个是俄罗斯的老百姓了。那我们再看俄罗斯的精英啊，他是怎么看的？俄罗斯的很多这个主持人、评论员，对吧？这些什么军事专家、电视评论人呢，现在纷纷都在承认俄罗斯失败。这个俄罗斯这个失败这种风气啊，最早是从比如说那个老皇后斯特列科夫，对吧？他在牢房里一边登缝纫机一边发表看法，认为俄罗斯已经败了，他劝这个普京早点投降，早投降还主动一点。这个是斯特列科夫最近是不是经常发言吧？俄罗斯已经败了，争取主动早点投降，结束战争。然后这个俄罗斯的，对吧？就是普京的这个军事顾问罗戈金，还有很多议员公开，对吧？宣扬就是俄乌在前线僵持
持住了，谁也动不了谁，对吧？这种宣传失败思想，对吧？这种宣传消极思想也很罕见。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宣传员，对吧？就是俄罗斯的胡锡进老师，俄罗斯的胡锡进们，他们也认为俄罗斯失败了。你说这叫什么？这个俄罗斯宣传员塔季扬娜·蒙蒂扬，对吧？他是一个主持人嘛，电视节目主持人，对吧？他说，在今年6、7、8这3个月，俄罗斯仅占领了乌克兰1548平方公里土地，代价是失去了94810名士兵的生命，死了9万人才占领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每天损失1030名士兵。这样的战果让俄罗斯人明白，战争已经与失败无异。这个季扬娜·蒙蒂扬承认进攻行动缺乏人力，并警告称，如果秋季攻势没有重大突破，普京可能被迫宣布新一轮动员。这普京刚动员13.5万人吧，这要不了2月又的动员，你说这个俄罗斯人能受得了吗？代表被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参议员叫德米特里·罗戈金啊，这个罗戈金啊又来了啊，他更是直言前线已经陷入僵局，莫斯科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前俄罗斯代理人、战争老兵古巴列夫一语道破真相，说实际上目前局势对于我们来说，就对俄罗斯来说已经等于失败了。在现任政府下，俄罗斯已经没有能力实现既定目标和胜利情况下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在俄罗斯内部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一股失败之风开始在俄罗斯弥漫，这个对普京来说可不是好现象。再加上卡德罗夫、梅德韦杰夫这些人，对吧？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在里面上下其手我感觉普京是越来越难，对吧？因为他内外交困了，外面是特朗普不搭理他了，这个泽连斯基又不投降，欧洲闷着头又是温水煮青蛙，铁锅炖大鹅，你说普京怎么办？然后国内这些人就盼望他倒霉，尤其是卡德罗夫那绝对是希望普京完蛋。你如果是卡德罗夫，你想是不是希望普京完蛋？普京一完蛋，换谁上来都不行了，那车臣是不是就是人家就可以独立跟你扯什么呢？现在普京勉强还能镇得住车臣，普京一倒台，车臣还谁能管得住他？那个魔瓶就被打开了潘多拉那个魔盒是吧？就打开了，车臣一独立，那其他地方人家就不能独立什么？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位嘉宾公然直接质疑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报，认为其在撒谎，认为其在后面直接加了个零。在俄罗斯内部，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所以只能说一是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已经被彻底的戳穿，一是说明俄罗斯人慢慢的觉醒。这个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我们继续密切关注。我们只希望印度要审时度势赚钱归赚钱，但是要及早站到正义的一边，对吧？道义的一边，要与文明社会为伍。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